后来乡亲啊，你的体质敢真会流汗咧，尤其是打热来，过人骹澹两地、大地，实在是无甲来偌好看。所以有真侪人会伫咧上班要出门进前来抹这个止汗剂。也毋过皮肤科的医师讲，其实使用止汗剂上好的时机，应该是暗时要困进前，安尼才会当避免汗水影响到止汗剂的效果。热天时啊，日头非常炎，安怎食即安怎防拍，也是无法度过即关。就连林志玲，伊嘛难免有即款的困扰。参加活动的时阵，这过人较下面淡，都惊即种画面的情况发生。真侪人伫咧上班出门之前会抹这止汗剂，但医师讲这是错误。大量分泌的汗液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止汗剂没办法跟它产生立即的反应的作用，它很快涂上去就被冲掉。晚上洗完澡之后呢，要睡觉前。轻轻的这涂在我们的这个腋下的地方，使它产生作用之后呢，隔天之后呢，它慢慢有汗液流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减少这汗液的分泌。止汗剂有止汗效果，是因为伊含有氯盐的成分，爱加这小可水产生水合作用，才会当脱这汗腺，降低排汗。不过医师强调，使用这止汗剂是小撇步，因为过去着民众中好抹伤侪解，或者是有空喙，佮照常抹，结果这过人空过敏发炎，红个肿。不要过度的去补充，或是使用频率太多，或一次喷的这个量不要太大，皮肤有过敏、湿疹、霉菌，甚至有毛囊炎或刚刮完毛的民众，我们建议不要使用止汗剂。止汗剂甲这除草体芳剂是无共的，体芳剂会使无限次使用，但是止汗剂一定要正确使用，安尼才会当达到止汗效果。